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充滿神秘感嘅題材，係關於台灣嘅一個黑幫。呢個黑幫佢係喺台灣嘅桃園，叫做小南門幫。小南門幫喺02年開始冒起，而佢哋嘅幫主只得155cm 高，所以喺江湖上佢個名叫做矮仔偉。黃健偉知道自己身形比較輸蝕，出嚟行點可以睇又唔睇得，打又唔打得。結果佢開始用變態嘅手段，令到佢身邊嘅人怕咗佢，尤其是一啲對佢唔住嘅人，佢手段特別兇殘。後嚟桃園分局局長侯友宜話最想拉嘅人就係矮仔偉。矮仔偉除咗面對侯友宜嘅追捕，差人拉佢就一定噶啦，竟然連古惑仔都睇佢唔順眼，因為佢嘅手法太過殘忍，令到黑白兩道一齊去追殺佢，連矮仔偉嘅門生都對佢避而遠之。矮仔偉報復門生汪士傑就要由舞廳開始講起啦。話說佢哋有一晚，矮仔偉同埋成班門生去舞廳度消遣。消遣嘅時間，矮仔偉就識咗一個舞小姐，對舞小姐竟然一見傾心，去開始狂追嘅攻勢。後嚟過咗一排，矮仔偉啊當然同呢個小姐行埋咗一齊啦。舞小姐小美順理成章就做咗江湖大嫂，而做咗江湖大嫂之後，就肯定所有嘢都唔同噶啦。出入有司機接送，而呢個司機就係汪士傑，即係矮仔偉嘅頭馬。而呢個頭馬就真係大膽啦，呢幾個月竟然同大嫂發生咗感情。呢下嘅汪士傑只知戀愛大過天，忘記有益的格言。汪士傑知道件事已經穿咗，所以佢一定要走，同埋佢都唔敢再同任何人聯絡。佢知道自己如果俾佢大佬刮到嘅話，佢死緊。另一方面，矮仔偉梗係火亂滾啦，第一時間就要搞掂呢個舞小姐。而呢個舞小姐最後連條屍都揾唔返，唔知去咗邊度。人間蒸發後，下一個目標就到汪士傑，結果最後都係俾矮仔偉捉到，結果打到佢體無完膚。咁佢就諗咗一個自救方法，就話願意俾1000萬，呢件事就咁算啦，好唔好啊，大佬？之後從此唔會再喺你面前出現。跟住汪士傑就一路匿，一路匿，一路匿。佢都覺得唔係辦法，佢要揾人幫手擺平呢件事。結果佢就揾咗佢舅父，佢舅父喺江湖上打滾，原來有啲輩分。咁佢舅父就話啦：矮仔偉出嚟都有人識嘅，都唔會想俾人知道佢大陸冇㗎。應該都有得傾嘅。結果佢舅父就冇諗到佢竟然係例外，想揾佢傾偈之際，點知矮仔偉已經殺到嚟，佢哋一行5人。矮仔偉嚟到就話：我係嚟攞人嘅，叫佢交人出嚟。咁佢舅父就話：佢真係唔喺度喎，我冇收埋佢喎。結果佢真係唔傾，5個人就夾咗佢上車。結果將佢夾到去一個龍潭山上邊嘅一間鐵皮屋度，舅父活生生做咗佢嘅人肉擋箭牌。結果就打到佢飛起，佢喺度嗌，佢一嗌，矮仔偉就越興。矮仔偉下令啲手下捉住舅父啲手腳，然後將強水淋落佢啲手腳度，令到佢皮膚35% 係灼傷。總言之，佢嘅表情越係痛苦，矮仔偉嘅心態就越變態。
直接攞住支強水擘大佢個口灌佢飲。咁樣都係未夠㗎，期間有人用嗎啡針打落佢身上，等佢呢段期間鎮靜，然後再攞棉胎將佢包住，抌喺附近嘅草叢，就咁就走咗去。因為強水呢單嘢，其實差人都一定係搞佢噶啦，要肯定。但係佢一路都係冇收斂。過咗5個月之後，佢又嚟咯喎。今次有咩事殺人呢？原來佢嘅另外一名小弟黃級神同差人講佢住邊度。矮仔偉知道之後怒火中燒。呢次佢又黐線到邊一個程度呢？哇！佢竟然咧狂妄到點呢？佢竟然向外公佈啊！佢話佢自己手上邊有10大槍擊嘅名單，即係話佢要搞呢10個人，佢向外公佈。呢10個人裏邊有8大行業嘅人物，有2個係差人嚟嘅。咁啊，差人知道之後就咁啊，要求嗰2個差人收工都要帶配槍，因為佢知道佢喂唔係講笑噶嘛，佢黐噶嘛真係。咁啊，警察都開始做嘢，咁啊其中拉咗佢一個門生，佢開始怒火中燒。原來佢心裏邊一早盤算緊，大概都知道係邊一個懟佢。原來俾人拉嗰個叫做尤萬益，就係矮仔偉嘅頭號殺手。呢個姓尤嘅拉咗之後就被送去醫院，差人發現佢嘅手有灼傷嘅痕跡，咁啊問佢咩事啦，同埋有少少槍傷嘅傷口，佢都係冇諗過噶啦。佢竟然咁樣答，佢話撞傷喎。咁啊差人啊跟住答佢：你咪 X 玩啦，5寶。咁啊都放咗佢。咁啊後嚟佢都知道，原來呢個尤萬益就係佢有份淋強水，同埋有份開槍嘅。其實佢都震咗好耐啊，因為佢自己都知道，佢阿老大係喜怒無常噶嘛，同埋真係喪噶嘛，做啲嘢。嗰一刻俾差人拉咗，佢嘅心理壓力已經係去到頂點，佢就將所有嘢講晒出嚟。咁啊都唔使講噶啦，呢個姓尤嘅都係走唔甩。矮仔偉又佈局啦，今次佢就託另外一個門生約姓尤嘅出嚟食飯，就話自己賺咗啲錢，想同大家食翻餐飯。咁姓尤嘅個心都有去，即係都有諗嘅，會唔會係想做低我咧咁樣？咁啊揸住個電單車帶埋個老婆去食嘢咯。咁啊去到嗰度，佢都知道個感覺好似好沉重咁樣啦，類似係。咁啊後邊已經有個槍手出咗嚟咯，係連軍佢12槍咯。咁啊又牽涉咗一條人命。當時嘅副局長李漢興分咗3個小組，全力追緝矮仔偉。矮仔偉嘅獵殺名單，警察估計佢係走投無路，因為警察覺得風頭火勢，你仲走去搞呢啲咁嘅10大獵殺名單，走佬啦係咪？後嚟咧真係推斷冇錯喎，佢係籌着草費喎，聲大大只不過係煙幕嚟嘅啫喎。原來佢當其時係諗住勒索2個議員嘅，一個係叫做李振南，另外一個林良益，但係2個都係從來都冇諗過俾錢。而林議員嘅動作係十分令人欣賞嘅。佢話你要搞就搞我，唔好搞我身邊啲人。如果我妥協嘅，佢喊住講，佢話如果佢都貪生怕死嘅時間，咁啲小市民又點樣呢？佢話你對我不滿嘅就嚟揾我，唔好搞到我啲助理。哇！咁佢呢？
都冇吹水嘅，佢係即刻揾人攞槍嚟掃佢個辦公室。不法對我不滿的人直接來找我，不要傷及到我周邊的無辜。我身為國會的議員，我難道貪生怕死的？那我們一般小民怎麼辦呢？咁啊，後來都唔使講啦，開槍明係攞噶啦，又攞唔到，差人啊跟得咁緊，咁啊只有走嘅啫。咁啊，最尾佢揀咗個落腳點就係去咗珠海。咁但係去咗珠海咧，佢都係台灣同珠海兩邊走。去到珠海，喂，佢仍然係死心不息喎，竟然喺珠海度設立咗個分支，小南門幫嘅分支，高調行事。去到中國都一樣係要玩嘢。個笑話就嚟啦，去到中國竟然自稱自己係偉董，佢又唔知喺邊一度收到風翻嚟，有台灣嘅富商會去大陸，結果呢，竟然重施故技，綁咗一個富商去一個偏遠嘅山區，之後打電話同家屬攞個天價嘅贖金，結果都係交收唔到，即係家屬唔肯俾，咁啊下令小弟殺咗佢，分屍，變本加厲，又搞多條人命。後嚟有一個奇怪嘅狀況出現咗，呢班台商突然發現咗有一個偉董，做生意人都奇怪啦，佢咩來頭啊？喺邊度出嚟㗎？呢個你做鞋廠定做機器㗎？突然間出現咗個偉董，咁佢請大家食飯啦，155公分嘅佢，西裝骨骨咁，原來就係矮仔偉。喺台商面前自稱係偉董，無非都係想喺大陸鞏固自己嘅地位啦。搖身一變，竟然變成偉董。有一晚照舊又係咁樣食飯啦，佢竟然飲醉咗。呢個行為你哋估都估唔到，佢竟然將自己殺人嘅剪報袋喺身，掉晒出嚟俾大家睇。其實佢呢啲行為真係同博拉冇分別。你有乜理由放住自己嘅罪證喺身度，跟住話俾人聽，哦，呢幾個人我殺嘅。咁佢就繼續講啦，佢話我諗孭有幾條人命喺身啊。台灣有啲問題，我係冇話解決唔到嘅。你有咩就揾我出面幫你哋擺平佢。咁喺有錢佬嘅立場，你講我咪聽咯。我做生意嘅啫嘛，我無謂當面衝撞你啊。佢真係喪噶嘛，咁樣掉啲自己嘅證據喺個袋度。今日再講落去，佢話我雖然係偉董，但係我都係小南門幫嘅幫主，你哋要對我客氣啲。講到呢一度，我有啲唔明，台灣呢一班富商因為呢一件事，知道佢係殺咁多人，竟然冇遠離佢喎，仲成日同佢一齊食飯，有合作，仲喺佢哋身上賺好多錢。話分兩頭，喺桃園有一個小頭目，佢哋係兩兄弟嚟嘅，細佬咧就叫小魏，大佬咧就叫大魏。而呢一個大魏咧係一個撈家嚟嘅，主要做詐騙起家嘅，係有啲錢嘅。講到大魏，佢竟然聞到味，知道矮仔會想約佢食飯，打佢主意。但係橋唔怕舊，最緊要有人受。佢又用呢招喎，用約殺阿黃級神嗰條計仔，再約大魏出嚟。佢又利用張姓富商約大魏出嚟食飯。雖然大魏有顧忌，但係都有去到。去到竟然見到矮仔偉坐喺主人席，咁佢就意識唔妥，但係都嚟到。如果轉身走，佢就好尷尬，即係擺明得罪佢。最終梗係坐低咗啦，未嗌一道餸都未嚟，咁啲富商行下一個，全部都走晒，得返佢哋，剩返矮仔偉同埋佢4個門生，
有一個就喺後邊出現，一棍打暈咗大魏，將大衛送去偏遠嘅地區，然後攞鐵絲綁住佢，叫佢打電話俾佢細佬，叫佢攞1億贖金嚟。喂，當年嘅年代攞1億贖金過嚟喎，呢個係咩數字啊？咁但係都唔緊要，小慧佢真係想救佢大佬，咁就揾佢哋幫中嘅叔父諗住傾偈，傾下可唔可以個數字唔好咁近啊。當其時矮仔偉已經冇乜耐性，根本都冇俾啲乜嘢時間佢哋去籌錢。佢心中已經唔係諗數字嘅問題，而係佢已經動咗殺機。佢心中只有諗點樣凌辱佢，跟住到最後殺咗佢啦。殺咗佢之後，就將佢肢解擺晒落冰櫃度，當係海鮮咁樣處理。最後又係連條屍都揾唔返。事隔10年之後，佢又手頭緊喎。今次佢睇中一個台灣嘅富商，但係呢個富商呢，佢嘅身份有啲特別嘅。佢除咗係富商做生意之外，佢仲係以前小南門幫嘅幫主嚟。李秋棟都係自己人啦，叫做唔知喺邊度又收到啲風。咁佢去大陸做咩呢？佢去大陸係揾一個知己，揾呢個紅顏知己去酒店度敘舊。李秋棟都估唔到今次去珠海會俾人捉嘅，而捉佢嘅人仲要係自己人。今次矮仔偉用嘅方法就係叫啲門生假扮公安，去到敲門，同佢講：你涉嫌毒品案同埋洗黑錢案，我而家要戴上頭套同手銬帶你走。先前幾個受害者連命都冇埋，咦？但係阿前幫主竟然執返條命喎，先係逼佢簽5000萬嘅本票，再揾家屬勒索1億贖金。唔知道李秋棟係咪因為前幫主嘅關係，所以有 discount 1億變為3000萬，最後軟禁咗佢3日就放咗佢啦。放咗佢，呢個故事就準備開始落幕。李秋棟立刻去報公安，公安做嘢好快啊，鎖定咗20幾個團伙，最後判咗死刑，緩期2年執行，剝奪政治權利終生。咁佢啊諗住上訴啦，但係冇可能啦。結果佢等唔到2年，因為器官衰竭嘅關係，死咗喺大陸嘅監獄裏面。由於佢喺台灣太大爭議性，所以都唔俾佢太過鋪張搞個喪禮。王建偉嘅江湖人生正式完結。最後希望大家幫我撳訂閱同讚好，再見。